民署表示，因應商務部發出嘅穩定供應港澳食品要求，近2日裏面內地供應本澳嘅食品數量逐漸穩定，民署都會繼續密切關注，積極咁配合未來嘅變化。劉晶報道。民署指出，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嘅公澳豬隻數量分別係420隻同埋525隻，遠比平時嘅300隻要高。活雞方面就比平時上升超過1倍，達到約19000隻嘅水平。同時，每一日供應澳門嘅蔬菜數量亦都比平時供應嘅120噸上升約2成。可以同大家講呢，嗰個供應呢，照我哋而家嘅觀察呢，係穩定嘅，因為基本上年尾咧，大家對於肉類啊、對於家禽啊、對於蔬菜啊，其實嗰個需求咧都比平日大，但我哋見到咧嗰個供應咧都係可以滿足到我哋市場上面嘅需求。夏慧文亦都感激國家商務部對港澳嘅支持，佢亦都贊同商務部部長嘅意見，指本澳市民對冰鮮肉類嘅需求會隨住社會嘅發展慢慢改變。另外，民署喺加勒比總督大橋橋口舉行招數生肖樹嘅揭幕儀式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劉靜報道。